用錢按照大家好，我係 KTV。嗰邊用錢大家好，我係哈利米。歡迎收看2018台北客家移民嘉年華嘅現場轉播。哎，聽到你聲音又怪怪呢。哎，阿明哥啊，哎，你係環島嘅係，我帶啲亞洲人咪做嘛咯？當然唔係啊，你喺我嘅班上看唔出來。你嘅班上？係啊，我哋有殺嘅，你看一下，有上到我們個露頭擺嘅相片冇？俾大家看一下。但看你按用來上來下，挺麻煩嗬，因為要弄到你嘅麥克啦，衝動也麥克。有上起來冇？你講呀班上哦，一槍有哦，槍一種歷史方面。好，俾大家看一下。哎，大家同我來，係攞去避坤啊！哎呦，也唔係嘅孫中山先生咩？係啊，嗰啲1988年嘅時節咧，萬我梅運通地杯都一隻東涌有嘅一隻意象哦，我都掀起了你的口罩來，讓我來聽聽客家話。一自家編嘅嚇，係啊，自家編嘅啊。嗰時咧，因為1988年以前咧，當到嘅客人啊，因為1949年嘅時間咧，因為國民政府咧要推行嘅國語文運通，所以當到嘅客人啲嗰時咧冇辦法過合法，好多面皮真係冇辦法過好咯。就逢年做親就係冇辦法嘅，故所嘅一係1988年，啊根本嘢因為我哋命轉1988年咧，就講到啊，因為今年係2018，既然過為30年咧，30年下來要當到無共用嘅戰爭，希望咧答幫今天嘅節目可以帶俾鄉親朋友嚟了解一客家30件高嘅高產動作。其實冇1888年嘅運通嘅話哦，就做唔到像安尼咧，他自由嘅講話法有客家電視台。哦，嗰種是講人帶人做人咩，係可以表現出來講，嗰種時嘅反應係完全做唔得咧。係啊，嗰假使而且佢富順中山，佢咩客人嘛，佢咩做唔使講客話，所以嗰種時當要按用嘅相反嘅來做一單用嘅班上啦，咩講嗌落環島唔係。哦，唔係你環島啦，嗬。我身體按習。按習真嗬，就可以講到誒，呢個1949年過後，嗰種時嘅反應，政府來台灣過後推行國語運通哦，各種語言方言係絕對做唔得嘅。比如講我哋做樓嘅大嘅調查員，共享場所地位度做唔得講下，學校地位度咪做唔得啦。模擬天師就係咁冇可能咧。唔知大家係有印象冇？因為像係廿個幾台哦，其實有啲學校假使想講合法嘅話，會幫人發錢。冇係有啲學校會帶，掛牌就講嗌漢牌，唔會講母語，真嘅係呢個講懂用書，係咪？咪即係講，所以講嗰種時嘅反應係做冇辦法嘅。係也係頭擺台也嘅1988年以前係冇辦法嘅哦。跟因為大家啲人嘅客人係懂點心咧，新嘅係懂比較低調的一個民族哦。不過到1988年，大家真係語唔住嘅嗬，做緊應援到1988年，知道安尼客家人一天二來做掉百件事情，來發用安尼嘅母語。就說嗰種時呢，就有發起嘅一個1988嘅相關嘅運動，所以講到啊，今年係2018，既然講到1988年到今年2018年咧，過為30年，可以講到客家30，所以講到啊，免轉頭擺嘅萬我母語也條運動嘅復國場，咁所以咧，所以講到1988年啊，嗰種時嘅發起人林公華係個小勇氣等人，嗰件事呢就結開了一場，頭一場哦有200人按度嘅公演，等等就去到桃竹苗啊，還有中部、南部也條素材來順便公演。嚟看到是20年下呢，1988年嘅時節，也條就去到嘅新竹嘅移民廟，頭200周年慶當中啊，同廟飛當過來宣布講，1988年咧，也係應該客人可以行出來，嗰時呢就簽到嘅，入入係3300人咯。係啊，到1948號佢有3300人，每一天喺客人哦，全部行到鐵路上。接來呢嚟大家講呢，安尼上嗰啲電視當中呢，都係看到客家嘅新聞，啲安尼學校呢係要媒體入去度呢，咩要合法當做的。最希望講我凸顯出
行业我有吃过，喺搞行出嚟整起去搞便宜。頭擺做唔得嘅，應該一老件抵到工業嘅高層，我哋整起送去搞便宜。係啊，看你沖了相片，你不會賭哦。以前當初講合法係強本人，我強本人 sell 啊，記得幾多年推冇。又係頭擺，佢無拍相片哦，當時嚟嘅遊行嘅布條就係抗議，睇搞按台冊客家化，但我哋要按到嘅錢幣，加咗當時就係行出來嘅。一下高為30年咯，哇！已經俾人做嚟講客化，還有共享場所地位度，你睇嚟到客化點講啊？有茶條啊，火茶條、測券，還有當到嘅共享場所地位度，睇下就睇嚟到一下嘅台幣用嘅所有嘅語言。所以今年呢，應該台北客家移民感染嘅話呢，真嘅都有意義哦。即係話我們以30年呢有嘅經驗，還有呢經驗咩要動到東城市嘅發通嘅小嘅本大家。啲籌備就開始了，籌備係什麼醫生？叫咩醫生業咧？所以講佢一下要動到向前平，要睇下對香港人嚟哦，組織睇電台頭前，按嚟行啊過來，動到一兩嘅所以大作啊就開始來對開攤出發咧，又係天然嘅發通，係個鐵講嘢係醫生嘅，鐵講嘢出來有松神睇電。哦，咧松神睇電以後呢，都幾張發通呢張結上哦，你有看到冇？按到向前平要睇下按嚟。做咗法拉必博。大班都清獎，還有咧台單。我剛剛看到人順通鴉片嘅動全美，剛剛有嘢單條點解都睇埋嘅睇棒麵包。真見哦，你睇識咗係盲識啦。咱們地方度動到東西就都係標哦，所以俺因為有搶大家呢，因為天時按頭，向下來參加嘅台北客家移民嘉年華嘅發通。好，又係叫咩咧？一下同高日嘅終點嘅所在係台北市嘅客家主題公園。不過今年呢，特別係頭出發嘅時間係頭總統府。叫咩咧？咪要當地人下嘅貼牌記者，利用頭總統府鴉片重點咧，應該要來看卡咗以前其中鴉片出發嘅方面，讓他來看。大家好，我係鐵牌人立如。如見面咧，人眼長見日白係麼？該是因為非常重要嘅嘢的，將會督導我啊。佢冇人係嘛個重要嘅嘢的呢？冇錯，該是因為2028台北移民嘉年華，如果來開大麼入總3公里咧，唔過看嗌佢冇人挑戰人為按300來協商，韓國做到非常嘅復古快橋呢，等等等等等等等。來看一下，該是係政府呀！你今年客家電視台係咪就演出非常站跳好看嘅戲劇呢？韓國地都當到這樣係咁係嘛嘅？冇錯，該是你個台北高手，所以佢們應該做到安樣嘅。我哋親愛嘅男主角的那位，好啦，其實係講笑㗎，應該做到安樣嘅啊！是係認為你今年嘅移民嘉年華還有隻當地片嘅地方，該是係結合你1988年嘅溫愛母語認同嘅隻法通哦。韓國盡多嘅用是你社會認同嘅氣氛，所以你咪做得看到後背咪就當。到個團隊，啲個準備就係啲兩片，你兩下個會所係總統府，佢得幾難抬頭面挑戰，我行到你個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嚟，所以兩下夾，聽愛去簽你個動熱情嘅團隊，嗨尖叫！非常嘅熱情，你們是什麼團隊？台北市國際排舞協會。誰沒俺家？真的非常的假，嘿，盛會，沒錯，所以今天是不是要不要來跟我們表演一下？你們是跳舞的團隊，對不對？所以高愛日哈，教我一下，你們都是怎麼樣跳舞？轉圈嗎？走路哦，走步。前面來好不好？我們走步走1、2步就好。2、3、4、1、5、6，有點難。3、4、5、6、7、8，哇！拍手，謝謝你們，希望你們今天玩得開心，謝謝。你阿是係立榮，第二片嘅報道記得係咪非常嘅熱情啦？所以今日來到呢個總統府，聽記到第二位，行到呢個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了，拜拜。哇！誰愛安將
姐妹愛將青春嘅一縷花，充滿藝嘅啦。真件動好教哦，你用咩動法拍用搖來搖去啲碟喺度。大家係佢當劍輕啲用停定睇我咁激一類，結果攝影大哥人睇個劍推。哎呀，所以一定會嚟到現場出體咧，要動到好教嘅發動之外，你還要動到動衝有嘅人，佢邊咩會出現咯？係，家下喺度台下嘅中東舞台下按到向前朋友嘅，睇下真嘅一個搖行，所以我係行出嚟。不過台檔呢，較早以前呢，一個有一個李祖偉係有台北市總好文仔，加到台檔講呢，已經考路台北個劍嘅發通真實開始嘅，日就拍嚟佢。首先，掌聲邀請我們台北市市長柯文哲柯市長來到台前跟大家致辭問候，掌聲歡迎！歡迎柯市長！市長早，市長萬眾！各位啊，各位貴賓，各位大家同志，大家好，安總。今天早上風和日麗哦，感謝你們也是給我這麼好的天氣哦，讓我們可以聚在一起為客家文化的傳承而努力哦。台北客家立民嘉年華到今年是第31年，也是這個還我母語運動30週年。我讓大家一起帶着這個體悟感恩反敬的心情來參加這個活動哦，並且邀請大家來講客家話哦，也謝謝大家實際的行動，關心客家文化的承傳，支持客家。什麼你安飛？感謝市長，你們練了特別練的客家話，拉近我們跟客家鄉村距離。謝謝柯市長。那麼我們緊接着就有請我們客家委員會李永德、李祖禮兩個台檔組長，開始活動118，送上分享。李祖禮好，安總。兩位主席哈，咱們主辦人哈，特別是這位投資者哈，客家事務院的陳主委哈。在場的哈貴賓哈，各位哈，咱哋客家嘅鄉親哈，大家安總，大家好，大家好。今日呢非常高興哈，被邀請哈，來參加一個台北市政府所主辦的哈客家哈那個嘉年華哈，首先啊哈，我代表總統蔡英文哈，今日呢所有哈客家鄉親呢參觀問候。過去2年呢哈，總統本身啊哈，都親自來參加哈，表示對客家非常的一個重視啦哈。但是今年呢哈，因為有特別其他的行程哈，所以冇辦法來哈，咁所以特別交代哈，運動哈，嚟啊第一次呢跟所有客家鄉親呢哈來參觀問候啦哈。台北市政府哈所主辦的呢個客家嘉年華呢哈。今年有做到咱哋淮愛母語運動哈30周年哈，特別強調哈，咱哋客家話對未來嘅客家文化發展係非常重要嘅一部分。今年看到呢哈，參加嘅對應嘅呢哈，也越來越多啦哈，看到非常成功，成為台北市非常重要嘅多元文化嘅哈一個景觀啦哈，一個特別感謝咱哋台北市嘅所有嘅客家社團。客家鄉親跟客家台北市政府客家會努力，未來呢哈，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呢，會客家通他哈努力的繼續達標哈，最後祝福客家呢哈，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客家平安，感謝大家，什麼大家支持落來。總長，感謝李李主席為開啟鼓勵，並帶中回次的好呀嘅嘉年華嘍。那麼這個時候呢，有請工作人員能夠協助我們，待會我們會正式鳴鑼，也代表着我們今年的嘉年華將會正式來開跑了。同時也提醒我們在舞台上貴賓的手上都拿着彩帶，對不對？是的。在我們鳴鑼之後，會讓我們往前方、往高空的地方來走出去，同時也來歡慶我們這一次的嘉年華將會正式開始。也來簡單教學一下我們台上的貴賓。把這個手上，沒錯，就像我們議員們手上纏着我們的這個彩帶，先纏一部分在手上，它不會全部丟出去，好不好？所以要纏一部分在我們手上。待會呢，我們第3聲鑼敲完之後，我們會說國泰民安的安，我們再把它丟出去，好不好？好，那麼我們是不是？好，我們請柯市長、李主委還有曾主委，我們是不是往鑼的地方再往前靠一步，好不好？謝謝。我們先讓媒體來取得畫面，謝謝哦。好，那麼，好，那麼待會呢，我們總共會鳴響3聲鑼響，金鑼會響3聲。待會第1聲呢，將會由我們的柯市長為我們來鳴鑼。是，好，接下來就有請柯市長。
敲响我们第一声我们的金锣一响。云锣一响，感谢全国移民呀中央部保庇台湾。三日後來，我有請你立足未來，空向你天上嘅金鑼，向助力掌空鑼。金鑼高響，祈求客家文化綿延流傳。三號的第三票，我請我們市長還有兩個助理用他的靠第三票。好，有請我們市長以及諸位敲下第三響。金鑼三響，祈求風調雨順，貴泰民安。耶！漂亮漂亮！謝謝，謝謝。哇，呢套很動人誒！哎呀，看到我就形容用哦，有啲發覺可以我是嘅斯文用。哎，一下你師傅有用嘅咧。跟老母講嘅話啦，即係講啊，看到人做乜嘅事情，就說停停做慢；看到有市長來參加，看到按到人做按獎嚟樣嘅，係咪上來參加嘅呢？係，家下現場咧要按到咧出我對人係會按嚟行下過來，係要 cosplay，大家打扮到動搖貼石。哎呀！你講到話今年係2018年咧，見講到話1988年嗰時對於台灣嚟講啊，而咧整次模擬整次客家話而咧當時有位時間點。今日就上到去考了，哎，個主持按多年嘅哦，我上我同好奇講嘅出來，移民之兄用嘅來嘅嗎？用嚟來哦，好啊，今日出來先講到好嘅，你想去考嘅錯啊？你講到客家30今年有兩態主題啊，嘅依啲咧嘅當然就係萬我模擬嘅副科，嗱我依啲就係客家移民一個30哦，你講到移民，嘅移民先一開始嘅有一隻詞咧，出嚟講到誒有關台灣嘅三態入邊，第一咧就係主義貴時期嘅係發生喺清朝路頭拜。還有幾個準備手辦。係啊，嗰陣你想去考藝哦，其實冇按改哦。第二咧就係主義貴時期，另外一咧就係到乾隆50幾年嘅年咧，就發生咧一個林爽文時期，另外一咧三態民變，另外一咧係戴潮春時期，一三態民變。而講到同客家移民有關嘅啊，先有關嘅就係講到林爽文時期咧。嗰時就係要當到鄉親朋友咧，嚟對抗其他嘅，嚟對抗人嘅總頭啊。當到嘅移民軍咧，就整嚟一個保鄉為土嘅移民軍。跟係咩老新埔移民沒有關係，因為呢邊係新埔係啊。還有講到嘅新埔入邊有一件同泰嘅移民沒有咩？冇錯，細細時節太講係有，就會帶人去拜。唔過唔地做冇去拜。就講客家一聽我去就錯嘅啦。就講到啊，雖然講移民廟係咧按泰嘅信仰中心，對人客家人來講真係真係重要。唔過可能啊，拍動到嘅鄉親朋友，可以唔到啲嘅頭來面去嘅歌唱。接下來就帶大家用通話較簡單嘅方式，叫下嚟了解一團頭來面去，叫下嚟看。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客棧，哈哈客棧。今日我來大家談客家嘅信仰，講到客家人嘅信仰，就聽到講到移民一件事情。客家移民期也做得講係無人不識，無人不曉啊。不過一個移民，再開始是咩客家人在做得尊重獨享嘅信仰哦。在經過再開始統治台灣嘅時間，因為也可以有一好冇一好嘅華為小番薯，故所就形成了一個你兩下班呢，沒因為搶兩下班呢，故所就沒到台灣民不聊生，欺殺百姓耶。天天就引起各種太太細細抗議老革命事件，今日都引起事件嘅老百姓，以政府看來根本就係一群大逆不道的亂民啦！韓寒模式填鄉民搞什麼民變？有的亂民沒到輕軌政府頭好大大，像這樣有的亂民，我無奈何台灣嘅園區要力又不怎麼給力，其他新疆嘅老百姓可能能叫佢國軍之後自家挨起來，自家加鹽，自家叫嘅舒服加鹽，政府看老百姓自己主動嘅保家衛國嘅系統，直到佢哋最近好棒棒，簡直功不可沒。聽人就係朋友。就不要得反抗亂民嘅百姓，一類移民嘅稱號，889等於17，一起呀！2021年，台灣最早嘅移民團體就係喺主義貴時期發生嘅時節，由屏東地區嘅6隊客家人組織起來嘅，雖然慶祝係客家人，不過台灣早期大亂小亂混作對，唔單止客家人會提出政府評論，其他莊中人、前中人還有原住民朋友都有機會提出政府做移民。
不过也等于每十八喊就会做移民呢，是想要保护乡里呀。从个1895年，日本人走来台湾嘅时节，唔同现在等人嘅抗议，就可以做爱护乡里、保卫家园嘅行为。除咗想保卫家园以外，还有当移民，像係因为私人恩怨，也係族群结婚才会组团耍副本的。所以严嵩人反抗政府，當然係機不可失，叫佢來做移民。老严嵩人吃香香，係獨好聽聽。香港唔是講做移民有當到好處，唔但將不用服勞役，往來台灣海峽還做得油費。第二屆搬家，政府官員還會辦電影，說你好棒棒，左邊看窮人，右邊拿匾額，簡直是猛拉夾塞口，一舉兩得，一舉兩得啊！除此以外，還有的移民還會用移民嘅名號，實際上係抵嗰邊燒殺擄掠的烏合之眾啊！根本比反抗政府嘅農民還農民啊！故說移民也係農民，其實才係沒反抗政府嘅婦女名詞。有可能佢比人係農民，提供就移民，完全冇代表，沒人可以有偷的，沒人可以有義氣。就算安尼，啲各種台灣的地位西南嘅移民朋友，政府老民眾還能會靠去經驗別的嘅移民沒，天天呢就變做台灣嘅移民信仰咧。今年唔就特殺都做變成移民，跟做乜嘅也請有客家人嘅辦移民咯，哈哈，也就老奇怪政府嘅保障有關係呢。都在愛對抗勢力動態，有當家反抗政府嘅好老人，當然愛鬧客家人行開減到位啊！對客家人來講，世界上對於好老人沒係弱勢，只有老政府企到強下，最近移民這些聯盟，才做到確保族群嘅利益。因為過去客家人就講移民係自家嘅信仰，所以好老人嘅移民廟天天就無相否為。到今半日，長春到北港移民廟天天，客家人嘅移民廟實係遍佈台灣東南西北，唔過係連莊祭祀，也係分享嘅廟，都見係你相否定身啦。至於過來講到呀，看了解客家移民信仰嘅由來，佢日嘅信仰喺全球未曾有台灣嘅客家人才有。雖然你歸義嚟講移民，唔過因為台灣南北歷史背景冇共樣，使得本地共樣嘅客家移民信仰，啲北部很多移民呀，都南部很多中庸國，都凸顯咗客家文化嘅豐富多元啦。客家文化是唔單止係宗教信仰聽聽咯，佢客家都帶有乜嘅偏言嘅故事咯。客棧，哈哈好掂，下一拜再來講了，拜拜。
我想睇下進到2018台北客家移民假嘅法嘅現場，2018，好緊張嘅係冇，因為用家下看到按到嘅吹我睇下見按睇上嘅行過來嘅，前當年就影響到你嘅。係啊，我客家講按張係冇，動張動槍。沒啦，家下最近可以看到移民之嘅歷史哦，以前嘅事情，係像每年講哦，用開啲移民係特特天氣嘅祭拜嘅信仰，都兩下有一隻移民假嘅法樣嘅想法。你看到家下點點喺度呢？就講到，你看頭擺哦，愛對抗，迄個素材，假言頭度啊，就會對抗有的誒，為來就會微合導人嘅假言，個總頭，當時就會有東東人真係一個義勇軍，愛來同佢拼啊，結合呢度保衛人嘅假言，保衛總頭，唔過呀下有人愛去微合導人迄個素材，你嘅假言。有啊，就當講按布條不來愛木下，你做做吧。咩係講笑嘅啦？你係冇愛用嘅按微合咩沙飛反應啊？係頭擺是喺東圍鄉係啊，頭擺3不5時咧，就會有人就講照過來咧，去變咧。唔過一下你看環境的改變啊，時代的改變，一下已經唔會有嘅。唔過呢，一按重要嘅義勇軍精神，也就係移民信仰按嘅精神，希望同佢流傳下來。我一下嘅鄉親係有所有嘅朋友來啲哦，咁就老啲用伊咧轉發。你們講唔但槍，大概唔會有按你嘅方式咧，係要一下我用乜嘅方式嚟記起來，所以大幫嚟判發通，我睇下嚟啲。從一個假言法要看到冇，按規律要按到一樣嘅，所以其他農人啊就會停下來見佢。係啊，正義你來參加兩天時按咯，行會動天空一件事情咯。動天空以外呢，睇下要做啲上到自己客人嘅身份咯。當然呢兩個時間呢，做得好好來上下，我用嘅客法用嘅講，我一年就講兩100，哎呦，就衝嗌生意多啲講啊！啲啊！嗰種咧就係對一個頭擺，大幫一個假言法行出嚟嘅方式，對大家嚟看啊。雖然講也係冇嘅，不過係可以去記得，唔好貼標題去，喺我產業邊同一精神嚟傳遞下去，按到嘅人嘅吹，跟咱可以做貼牌記者，你搞嘅啲現場哦，談講幾廿片嘅人嘅吹，動要翻啲，動翻牌，唔係夾夾嚟看咯。
来到亚罗斯福路三团，看到一档精彩嘅表演啊！一下就唱，記得來吃牛小雞咯！哇，大家好，這對唱大家吃牛小雞冇自我介紹，你們是來自哪裡的團隊？士東國小。哇，士東國小扯鈴隊啊，姑嫂啊，最小是幾歲呢？記得誰？8歲。哦，8歲就開始來練了。那你們練這個扯鈴大概練多久了？4年，哇，很厲害啊！我們可不可以請教練？我們的教練呢？教你們的教練呢？我們來歡迎我們教練好嗎？破叔，很厲害哦！哇，教練想請問一下，聽說有個教練啊，係台灣人哦，不是台灣人，對不對？對。那我想請問你來自哪裡呢？馬來西亞。哦，馬來西亞的教練。那我想請問教練，你怎麼會想要把扯鈴呢帶入台灣呢？應該是說要怎麼如何將扯鈴呢讓台灣更豐富呢？如何把扯鈴更豐富？對，結合自己的特色，然後就會把這個扯鈴區發揚光大。哇，好棒哦！非常厲害。那可不可以請小朋友先教我扯鈴好嗎？教姐姐扯鈴好嗎？可以嗎？可以請誰教我一下？OK 嗎？好，請你好了，好不好？你們好 OK 來，好。那你教好，好，哇，好厲害哦，他們，好，謝謝你，你幾歲？我12歲，12歲的小朋友，好，那先幫我拿一下好不好？最簡單的好嗎？謝謝，好可愛的手轉，這樣嗎？就係呢，醫生啊，李家不會扯鈴的包頭頭。你講啊，你差人看什麼按鬼哦哈，簡直比扯鈴還要扯冇按鍵，但係看見我們差別啦。今日想愛唱其他嘅聲音嚟撈高啲哦，唔過一聲音嚟撈可能看人嘅理解哦，一唱短時間怕冇辦法同佢好起來。手腳不協調。一聲音嚟嘅時間係沒有差嘅。哦，這件很差用啊。就按你真是冇辦法，有其他學教動作沒有差零吹，當然就按你見到佢得上。按練習啦，這件動力哦，按行人覺得多彩多姿啊哦。按強係。係啊。就講到哦，今年嘅開彈吹，唔但唱大家會比單頭點位多重嘅，有乜嘅貼片嘅素材，行可以看到乜啥看到嘢，估到有個差零吹，係係真精彩啦。係啊，除咗開彈以外呢，還有一隻動唱嘅文化，就係講風帆。因為大家都講開彈風帆，開彈風帆。講到帆就都是一樣嘅，有準備冇人老快嘅。你要準備吃飯咧？係飯店呢？要下10點人拍位食豬哦。係啊，差唔多啊。你風帆咪就係風帆顏色咧？按住死哦，你先老爺不用下來好嘅啦。你講到我開彈風帆啦，唔係可以自己嚟食咧啦。咩自己食咧哦？我講哦，準備當到嘅東西，不用同單頭點位度來烤圓、烤菌。哦，嘅本顏色咧啊？本人嘅邊疆色咧，因為邊疆咧偏上石頭啊，就是呀保護人嘅總頭，保護人嘅環境。神面色咧啊，按安排色。你知道你自己會嚟食咧係？冇啦，買我講。嗰個開彈風帆係會準備按到東西，就像人嘅鄉親朋友咁樣，然後變同單頭點位度，然後咧就拿去豐富人嘅邊疆，保護人嘅邊疆嚟食。頭擺人嘅單頭啲，睇下用到乜嘢東西嘛？頭擺嘅花一天咧，動創嗰啲咧東西就嘅啦，雞肉啦，按肉啦。你用按槍咯，你都看到挨嘅要準備嘅。冇，我自己啲哦。你自己有啲哦。係啊，我自己啲。哦，好嚟看啊，咁頭擺嘅風帆文化哦，頭擺嘅時間，就不用掉位像你講嘅啊，有帆啊，係有像雞嘅啊，雞酒，同好食雞酒嗬。係啊，雞酒含個豬肉、魚肉，然後佢不用配好些，豐富人嘅邊種嚟食呀，係烤卷。唔過今年咧，一下睇緊冇共用了，就像人嘅鄉親朋友啊，佢是準備佢披薩，披薩哎呀，今年有人準備披薩，因為前幾年我就有看到，我講你準備披薩，
佢請一個便種嚟食披薩，結果一下拋去食幾招喎，冇按簡單，因為愛煮，動功夫啦。披薩去買就有嘅啦。係啊，糖嘅啊，餅嘅啊，幾亂搞啊！一定要自家當好食嘅東西，要出攞佢準備呢，送俾人嘅奉俾人嘅便種嚟食。兩個一邊發來，你就看兩種是太家是嘛，就邊把佢出來，將兩下太家清好是嘛？嗌哦，係啊，嗌新買嘅沖披薩嗌知動刀啊，冇嘅係，做得咯，做得。全部都用落去維他命 C 啊，因為伊面養嘅時候，我原來是維他命 B 群嘅，我營養品。所以自家上嚟買嘅，我知道講你自家動好嘅，然後佢奉本誒，請準金咧，便種嚟食係心誠則靈啦。就會講到讓我哋咧研導嘅開上，見咩台嘅提蛋吹動作，繼續來看而家就有準備到誒，有準備嘅幾招啊，又希望嘅維他命 C、維他命 B 嘛。開上來看你啦。大家好，我係鐵牌記者阿凱翔。阿凱翔一下所在地咧，就喺羅斯福路當行哦。哇，有看到後背冇？有東道嘅朋友啲阿邊來採姐哦。古數幾條經驗面準備嘅開單呢，有凍漿冇啊？哇，繼續來看一下，幾條嘅單條係乜計哦？來，行。哇！嚟同睇下大嗨就符號，嗨！哇！有可能見到啲睇單條，有冇按獎動貼片咯？哇！係法布嘅係冇？風帆，係真風帆。好，跟住先來同大家小記下，而家條係乜年咧？誒，你愛上客家，客灰。愛上客家，客灰係冇？嗬，誒。跟人家條用留其他人用無共用咯，人家看到人家嘅單條啊，都係乜解，都係藍咩？講人家條係乜解法布嚟幫大家看一下哦。你係咪客家人嚟法布啊？客家人嚟係，錯。係嘛？等一下哈，等一下。哇，跟用板我上去用法布來做單條咧。哦，那係客家人的那個銅花，銅花油銅花，那係。象徵客家人的油桐花，象徵客家人精神。客家人的精神，油桐花係客家人的花。錯，跟你知道有縫片冇？有片啲線冇？有啊，係啊。韓國有乜嘅優點冇？有乜優點？優點哦。你知道按你睇起來啊，有留嘅藍嘅有乜嘅藍嘅有乜嘅冇共用嘅？啊，就是很漂亮啊，而且就是象徵我們客家人。獎啊，客家人嚟嘅法布啊，獎啊，象徵啲客家人堅強啊，堅強啊精神。我家聽到那位就太激動，唔講哦，而家又講我佢做法布嘅單條有乜嘅冇共用，知道用起來有乜嘅貼片咧？法布哦，有當到用途哦，客家人吼，佢喺煮飯吼，將人吼，法布嘅。包起來是挺小暖咯，就跟男嘅是做唔得咯嚇。哦，跟人家地度嘅單條地度呀，係包乜東西哦？地度有做乜東西？有嘅米粉啊，有麵條啊，然後來做嚟煮嚟食啊，咁樣啊。就整動貼片咯，還有動到嘅東西都係用法布嘅包起來最好嘅哦，整件動粉包要動片啲咯。以上就係阿凱上啲單條嘅包圖。哇！看到阿凱上哦，佢同樣嘅一個體質哦，高肩打背，看起來咁傳統好喎。上看你哋唔度哦，單條你唔做乜嘅東西。唔講而比太假哦，見行定來啦，行定去啊，嗰陣攞件打開，等下就跌出來。等下講包好哦，慢慢嚟行。其實咧，你要看到按太薄，就點樣度擺動到嘅東西。另外呢，除咗個嘅強錢皮要都行出嚟以外呢，嘅可能就係佢卡咗以前，咩要開單嘅，而且睇下都第一件錢好行路咪嗬。真嘅，呢件要行動腳哦，所以你睇下看幾番，你夾來到客家文化主題公園，我家要開單嘅畫面啦。開單嘅畫面，尤其嘅鐵牌記者還捕捉了野生的柯市長啦，咁我嚟看咯。大家好，我係特派記者李嘉。哇，今日嘅看到市長，諸位好，看市長嘅哇，市長今日好來到一個採接活動，一名嘉年華錯嘛？市長吼，唐公啊有高人指點哦，客發有進步錯嘛？客有進步對不對？
这个有请老师特别训练的。哎呦，很厉害！还有我已经练了好久了。哎呦，练董球诶，唔过啊，董球哈，唔过柯 P 市长啊，想要问你一下，你知道最难发音的客家话是什么呢？爱你嘅愛係嘛？愛你。那柯市長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學？我愛客家，愛客家，攏愛叫行音好嗎？愛客家，愛客家。哎呦，100分啊！古說呢，哇，柯 P 市長來到誒個嘉年華呢，非常嘅歡喜。古說市長呢，過來學一句客家話好冇？客家動站，愛客家，做得冇？好，開始咯！愛講客家動站，唔講愛客家喎，客家動站。愛客家，客家動山，客家動山。你講較緊講到啊，考試做咩講一個愛，人嘅愛啊，發音較難吼。愛上愛嘛個東西，愛應該強用嘅嘛。係愛，還有像英文就是 O-I， 愛的愛，多講就假講，幾下擺就愛嘅啦。愛知道清淡咧唔係愛嘅。係，你知道嗎？係動圓嘅東西。係咩東南講？愛知道較難嘅，愛知道係嚼管嘅嚼，吸起來吸管。哦，當甜到嚼心嘅。哎，有嚼心。哎，你發音以前唔會難，愛發大擺就知道講，然後講呀個嚼以前哦，愛出來準備來挑太稀啊呢。嚼心咪。尤其要唱人嘅客話要當到嘅，人嘅葉聲，人嘅入聲字，也就係人嘅客家話當後堂當特別嘅素材，愛啦、入聲啊、嚼啦。圓啊，嚇，有人用個特別嘅音，就大家知道講常用嘅當後堂。當後堂，講咧，迄個我知道有啲嘅難，唔怕，大家向客家講嘅下擺就曉嘅。家大家都講哦，擔頭點解都做唔到東西，唔過大家都冇同擔頭點解都嘅東西拿出嚟俾大家看。一聽懂到當後生咧，我就等於應該剛剛都是要用上一模拿出來用嘅。哎，你要喊咧，轉播嘅4年咧，你當然都懂了嘅。哎，每次都係當然轉來就有發育。哦，安尼吼，有看太橋地位咩？咩，一上一演到。愛像講哦，擔頭點解都選來嘅準備嘅乜嘅東西，愛錯本嘢咩有去用哎呀，順豐嘅西無糖，愛像準備嘅當到東西，比如講擔頭點解都，你想愛點麼？想啊，當然啦，有時都會拿進來啊。嘅當然要咯，愛出來帶圖，上次係要叫下嚟看啊，錯本嘢呢啲去用西無糖準備嘅乜嘅東西呢？講到哦，呢年嘉年華重點係一個開擔陽節啊！如果說咧，我嘅擔頭咪準備好些嘅，我腳腳出嚟準備看啊，我嘅擔頭點解都愛種到嘅乜嘅內容嚟感染人嘅呢面呀？呢邊鴉片哦，有西無糖，按道嘅私心啲鴉片擺攤咧，腳腳睇咧我出一卡嚟準備看啊，我擔頭點解都愛變到嘅乜嘅東西？係調解容易好。Hello，大家好，我係反清復明嘅調解員蘇榮。蘇榮你好啊！我嘅擔尾有當蟲咧，我先不用下來好誒。講到我一反清復明按神奇嘅名誒，又係對哪片來呀？我係苗栗太府來嘅。太府嘅後生朋友係。係啊。就講到今晡日攤嘅當中哦，我今晡我嚟準備我擔頭點解都一邊就係乜嘅東西，做係人嘅推薦嘛。又係苗栗特別的特產，漢營式嘅茶點，叫做肚臍餅。你講我做乜嘅啊？肚臍餅，綠豆凸。肚臍餅係人嘅肚臍係。係哦，上多到人嘅肚臍，強用。一係苗栗太感人當好食咧咩？係。點解都爆掉嘅乜嘅東西？係鹹咩？一係甜嘅咯？一係甜嘅。好，我鴉片呢出來準備下咖啡，韓國呢肚臍餅，我一邊到我嘅擔頭點解都請呢面也來享用。韓國呢我出來實咯，夾繼續來去準備我其他嘅東西了。今晡西無糖嘅做夢時期鴉片啊，動起哦，還有當到嘅攤呢啲頭前，看到鴉片又當有螺絲米嘅攤呢。夾來看啊，擔頭呢撒下來行一邊度嘅乜嘅東西。沒有看到對一個花蓮台東來嘅後生朋友來拜談的哦。小剛勇，你有做乜嘢呀？大家好，我係小 B， 小 B 係貼貼對花蓮台東一邊來嘅嗬。錯，係看到哦，一班呢呀係行人哦，當出名嘅，一搶食嘅有種椰板嘅嗬。對，椰板，這個呢，這個就是用我們花蓮自家種植的艾草哈，這個顏色就是天然的葉綠素哈，讓我們跟我們花蓮米一起拌成做成的外皮。我哋 top 6
咁嘅色嘅東西哦，看起來凍漿呢。嘿，條揀你好，嘿，條揀樣你好，呀藝啲呀凍油娘呢，呀哪片來嘅？你迄個是無證啊，是無證來的啦。你啊9年了哈，都9公斤，就特別做了4秒。咁呢類都鴉片呢，有一個法通哦，出嚟講，講客家就做得大隻。我哋唱條簡用嚟搞藝伎啊嘅客家話嘛，嘿，有一啲有關吃嘅詞婦話嘿。我哋啊搞大家講嘅客家話就是阿婆識詩誒，阿婆識詩誒，阿婆就係人嘅木卡條都嘅阿公阿婆咪哈。阿婆對，其實詩就專門要託娘咧來寫，來賣東西，做啲客家話要做得大隻咯。我做嚟藝出嚟同樣嘅詞嚟哦，比如講藝嘅單票地方度，我做嚟藝記叫做阿婆識詩誒，託娘咧來寫，又係有關詞嘅詞婦話。你們講客家話，阿婆識詩，娘咧來寫，就做嚟送巧克力誒，又有送電路啊？係有電路，按住寫哦。好，什麼來去了？來去了，什麼呢？耶！生飯了！既然講到哦，吃嚟愛湯圓的來食啦，兄弟呀！好啦，本年啦，吃飯了。真嘅做大口食哈。先不用那好誒啦，你有留後欄的啦。咁巴都做真嘅做嚟口食食咧。你真嘅係呢個太呢？生吃誒，阿婆生吃誒，湯圓的來食，誒，一係咧師傅花，然後還有呀肚臍餅。等下你又上來打，等下，還有一咖啡，一都係客莊成日冇。一咖啡，後背上個看那邊嘅苗栗煙太富雄，哦係啲客人做嘅咖啡哦。客莊成日，係，還有一個椰板，看椰板。用咩按度好呢？咁就差唔多誒。你泡咖啡沒本年食的啦。都係做嚟食飯。既然講到喺烤卷啊，你就要先準備蛋條，喺送本嘅一個甜醬準備，或一個餅醬。所以你要擺過冇？要先擺張都嚟食冇？先不用練啦，嗬。椰板咪好，還有你看頭擺跟加工，頭擺蛋條條擺都要用乜嘅三成豬肉，還有。Excuse me. Hello. 你係介豬柳？幾招咩？係要嘅唔係啊，嗰神社頭膽條點解都標咗一條東西啦？嗬。真嘅。還有啊，我係準備了，你看數嘅。你係就會送我嘅禮物。送你禮物，呀，我。唔係，帶東西唔會就會送我嘅，等下生嘛，然後就係做嚟拿嚟用哦，按多差，謝謝。你想講哦，應該移民呀，因為與時俱進誒，睇等時代啲行啦，嗬。喺講有乜嘢要聯絡嘅？喂，移民呀，有財冇？亂打。也就係人嘅膽條咯，膽條點解到呢？十分監察台北市新竹同向。非要來準備按獎嘅單票，我大家來看到老頭擺開單，點解都係重要嘅乜嘅東西，係個一下按照以來呢，前台嘅單票點解都做係標乜嘅，冇東西食咧，學按住食。嘅打下來咧，誒，就講你看後生人衝下來開單行出來，如果你講到今年係2018年，民轉30年前1988年係客家運動哦，當重要嘅前重要嘅一年。1988，當時要發現一個萬我夢兒太有下，發現人點講法係要小容易一開始要先幾多咩？小容易小太過，見邊有咩要嚟參加娘節呢？日日來看啊，個前邊咩來娘節啊？注意，今天跌倒要罰500塊。大家好，我係鐵牌人哋容列下呢個入行嘅隊伍已經慢慢呢會行到呢個特別是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咧，香港條成立咗主題度，解釋係呢分愛夢兒認同嘅發起人之一嘅修容基線上，未如來到呢個節目地度，香港呢入行嘅現場，所以大家來動容起嘅訪問機。會長你好，會長你好，大家好，可以跟我們鏡頭前面的觀眾朋友打聲招呼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會長用很多種語言讓你分享係麼？咁我這邊有一個問題想請問一下會長，基本嘅貼片啊，結合呢個移民嘉年華來融合呢個我愛夢兒認同，你自家持到有感同嘅感覺麼？
哦，懂感唔懂啊？30年前懂辛苦啊，30年以后呢，因着呢懂欢喜呢，共同呢来发扬台湾客家文化啊，来共同呢为台湾文化呢大家来添数啊。冇錯，介紹認為我哋下做咧拿咧麥克風講咧，我自家嘅母語是係漢語，咪係非常感同嘅一件事情，咪係因為你條跳白嘅大片度咧下，你就個用到你嘅母語係冇。韓國其實你咧下咪地動到嘅位所，咪做咧聽到韓語。從你嘅插亂啲背度啊，韓國你韓有盤音樂嘅比賽，韓語音樂嘅比賽，會中起到呢一種嘅法統，韓係用哪一種嘅方式做咧，韓下推廣你嘅客家文化，怎麼樣可以更推廣我們的客家文化？就一方面要推動台灣客家運動啊，另一方面呢，要共同呢推動呢台灣母語啊運動冇錯，所以其實你係有十個咧大片，其實基本上啊，唔單搶喺下了解你嘅語面字係用辦來嘅，咪你嘅後生嘅體上後生嘅哦，你地底下咪喺下去了解你嘅母語係用辦去發展嘅，所以基本上啊，設立用地底片嘅貼片報道哦，拜拜。歡迎大家進到2018
台北客家移民嘉年华嘅演奏。哎，你哋。你特別進來直道就去客道嗬。講到啊，家下呢有看到一個前輩啊，曉用吉他個，佢為咩嚟參加音樂？哎呀，那個董聰友，其實你下嘅發動哦，唔是喺嘅前輩啊，你下喺上游嚟參加，係有董董嘅外國音樂嚟到演奏。講到外國朋友，嘅你嘛嗰個呢又簽到一層客家朋友，嘅外國朋友佢這邊啲現場哦嚟體驗看啊，乜嘅係客家文化，就先對事嚟開始，同時間教本嘅你嘛嗰個。大家好，我係你嘛嗰個，係唔係貴上藝冇啊？見本日啊，我有一個任務哦，有看到我身後一位朋友冇，冇唔錯，伊就係我哋外嘅朋友哦。Where are you come from? I'm come from Pakistan. 巴基斯坦呢？哇，巴基斯坦哦。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Ali. 阿里係我哋阿里巴基斯坦嘅朋友哦。我哋根本就係搞一個客家料理嘅客家話運用嚟講，第一個係客家糍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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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講得很正咧！大家本意幾多分啦？我係本意滿分啦。第二一個按到通江餅，通江餅。通江餅冇唔錯哦，第三個一個上邊係乜嘅呢？就係我哋客家有名嘅順江茶，順江茶 ，repeat after me。順江茶，順江茶，再一遍好唔好啊？順江茶，順江茶冇唔錯，一個就係順江茶哦。哇，一下你嘛嗰個就會伴一個我嘅朋友一個考試，一個考試哦。I will give you a quiz. Yeah. Which one is 順江茶？順江茶，一個就係順江茶，大家講錯唔錯啊？哦，客家朋友最了解人哋啲客家文化嘅，不如朴樹好冇啊？哦，一下你嘛嗰個最留一個外嘅朋友，叫下來品嚐一個順江茶。順江茶到底好唔好？順江茶要不要喝？要，來 together 一起喝好不好？一起喝，來，對，好好一起喝，來。觀眾朋友，叫下來品嚐一個順江茶，李明上愛是冇啊！你嘛哥哥，嗌咩上愛食順江茶？哎呀，看嘅每個人哦，佢喺動點唱啊，嗌你嘛哥講樣，還有其他生意嚟吃到講，一下你做嘛？順江茶總好食呢。有其一下人見講法，個順江茶呢，有特色，基本上唱當好食，因為佢係做嚟啦，一個杯後連條吃到講，係較舒爽到嘅啦。你一下上來食，人家看到你啲吞口水。無啦，喺上到做啲用手機本外國嘅朋友真係當本意哦，啲客家文化有按豐富嘅內容做啲介紹本體家啲。除咗有一順江茶以外呢，還有看到一個就係啲茉莉茶，還有個煎糍粑，都係本鄉親朋友啊，外國朋友貼片嚟感受看啊。因為呢客家唔但搶愛本人嘅台灣嘅朋友啲，咩都係行出國際。係就講到啊，除咗講有外國朋友來以外，今天咩要當到嘅新出面朋友，咩開店單票，行送街道來鄉下看啊。你上很厲害哦，是跟他老太家小姐一下嘛？好，老師，我們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嗎？哦，謝謝。你們是來自什麼團隊？我們是新住民表演藝術團，我們的姐妹來自四面八方的。我來自重慶，我們大部分的姐妹是重慶的，我們有那個廣東的，有湖南的，對，還有其他地方的姐妹。哇，按都會收採這麼多的地方，不過欣賞看你有這個腰鼓啊，可以唱一個欣賞歌來一下嗎？請老師過來一下下。哇，這個腰鼓福利送嘅貼配，做在老太家小給一下嗎？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嗎？這是腰鼓，這是我們的腰鼓，這個中國的文化傳統，對。哦，所以是來台灣多久？怎麼會想在台灣發展這腰鼓呢？來20年了。哦，有20年呢，按厲害。不過看你的服裝啊，福利送嘅講，這個服裝啊，有代表什麼意義嗎？這服裝代表是我們那個中國的民族服裝，那個紅色的，是我們
那个横幅的，那个蓝色的是我们的领队。对对对，不是欣赏就会领队出错呀，这个黄色黑就会讲的谁啊姐哦，古说啊，太敢呢用这个铜拔还有这个腰鼓操嘛，唔够啊，欣赏啊，就得教我一下这个腰鼓要怎么打吗？教我一下这个腰鼓要怎么使用呢？啊，教我们的美脸。哇！哦，很厉害哦！所以老师有不同的手势就对了哈。那手势有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吗？那个是代表手势，就是跟舞蹈一样，这个腰鼓打花、打平、打一些花色出来，就是这样。哦，不同的花色有不同的打的方式，对不对？好，那老师，我们现在先学一句客家话，周代某，客家话可以吗？对，大家一起学客家话好吗？好，那当我说 “go go 哈嘎”，你们一起说“哈嘎斗山”好吗？好 ，“go go 哈嘎”，哈嘎斗山。好，我们一起踩接喽，耶！乡亲朋友啊，都大帮一个娘家时间来点一下这个本店大鼓，哦哟，还有素食哦。客家青山，看到每个人还有新出名，爱用心来学习客家文化，真係動感通呢。既然講啊，應該新出名朋友咪來點一下本店，我一下咪本年嘅記筆來點一下靠你水塘卡。我咩靠？你攞嚟哪一下？我客人還要去個還要考試哦。幾什麼咁簡單咯？我一片呢，我準備本年來儲，來點一下咪，睇搞去點一下。先攞嚟講，我用嘅靠啊。學藝先嚟講哦，亞體呢係移民基點按多年來發展嘅高場，我一片準備從潛用嚟嘅一個陶器，你等下儲到那一天就攞佢，只有一個年份攞佢堆上來。本年3期嘅記筆好誒，來試拍一下。馬上開始。噔，嚟拖呀係乜嘅呢？佢啊。看唔到已經變過來。變過來。嚟看一係啟丹娘家頭一擺係對開太極來睇頭出發，一係同那一年呢？你看啊，1988、1995、2000、2002、2003、2016年、2016。2003年。2003年，哎呦，你來進步按多年呢？沒有。你還會打錯，唔錯啦。跟那一年開始哦。哎，亞人講啊，你還記得冇？前6年啊，你有去對那個開太極來睇頭出發，你唔記得咧吼？嗰種我有去播誒，我有主持誒吼。你看你很愛吃銀杏咧吼。嗱，我一提過一百，禮拜一天我，你要變過來冇？要變過來，排死又排死。一邊係九陽國天呢面也爽北出嚟到台北一片你嚟團啊。2000年。其實雖然都歐北團呢。沒2000年。九陽國天呢面也北爽，係一個2003年啦。你前面100幾飛咧哦。錯一題好冇？拜託啦。那一年提出來北移民男中用嘅 slogan。啊，今日用很爽來嘅，有啲難。2年。錯嘅邊個？耶！真係有爽來哦。全部答出來，問睇下講下啦。一題係萬我們醫院同民間自家來拍移民之，一當然就係同1988年了。客家文化節開拍，又係1995年。日本人答啦。移民呀，你開始呢出巡台北時期，係啲2000年嘅時間，係啦。哎呀，就唱對一題。我加油好冇？好啦，嘅整件可能按到啊，已經殺下來哦。其實家講到客家運動多才多藝哦，你嚟看一下依隻動撇撇的表演咯。好，嚟看到乜嘅表演呢？就係呢，你每講到貼牌演嘅就去訪問。貼牌演嘅就係按到素材訪問咯。韓國嘅係要音樂啦。係啦。既然講緊係要打鼓咩，一下表演隨他嘅，咁下嚟看。
送上鼓励真嘅非常嘅好，谈韩国聊到小朋友真嘅非常嘅电影下，小朋友们，你们是来自哪里的团队？我们3、2、1一起大喊好不好？3、2、1。中校国小陶笛队。冇错，佢條是來自中校國小嘅奈比爾隊哦。韓國佢條挑選演奏的歌曲，係唔係非常嘅耳熟？就是我們的小星星，對不對？韓國佢條根本呀，欣賞美術貼片來到兩片，夾來聽佢條嘅欣賞。老師，你好，老師先跟我們鏡頭前面的觀眾朋友打聲招呼。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中校國小的陶笛隊老師林瑞慧，謝謝。老師你好，那我們今天其實有看到非常多嘅小朋友，大小都有，就是大小的朋友都有。那他們分別是來自幾年級的學生呢？其實我的團員小1到小6都有。那今天因為是假日，所以是代表制的小朋友出來，也是低中高年級各有代表。所以其實是精英中的精英，特別來參與這次的活動。不過禮拜係提幾擺來參加安永應該盛典，就是第幾次來參與這樣子的盛會？我們學校陶笛隊是第一次參加這個活動，但是在社區的表演大概連續15年都會帶大小不同屆的小朋友參加。真的很棒，有沒有感受富裕冲改腦也非常的熱鬧的感覺？有，第一次感受到非常的驚奇，而且非常的感到特別。對，而且剛剛鄉親朋友都對小朋友就一直鼓掌，對不對？韓國幾條挑戰讓走，雖然今日可能冇準備客家嘅歌曲，不過有一個挑戰，就是我今天要來挑戰陶笛，對不對？老師今天準備什麼歌曲來讓我挑戰？我想哈，因為您看起來非常的聰明，所以你可以挑戰一下客家本色，應景一下。老師，我覺得很緊張，我拿陶笛手都在抖。老師，那今天特別邀請哪一位小朋友來教我陶笛呢？挑戰陶笛？是5年級的王繼宇小朋友，我請他。好，小朋友在哪裡？你好，可以自我介紹一下嗎？你叫什麼名字？王繼宇。那你是幾年級的學生？5年級。所以你從幾年級就開始練習陶笛？你還記得嗎？1年級。所以你練了5年了，是不是？對。那等一下要教我可以嗎？那你演奏一段客家本色給我們聽好不好？那你幫我們演奏一下。我觉得我应该没有到那个，我没办法，我就练习前面好了。老师，你这个难题出了太多，老师你可以帮我拿个麦克风，我来练习一下前面那一段。好，加油！不小心拿反了，等一下，这样子拿是对的，对不对？是的。好，我觉得老師，等一下，我覺得太難了。我剛是不是至少有對幾個音？至少6成7成音有。那如果打分數的話，給我打幾分？今天第一次挑戰，而且就是我剛才大概聽了1次而已，你覺得打幾分？1到10分？非常不容易，因為這個主持人並沒有拿到譜子，他只是看小朋友就馬上能夠學會，所以我給85分，外加勇氣獎5分，90。我覺得老師真的太會鼓勵人了。不過，我今天迪亞撇特別有學習陶笛的機會，所以就留在這邊跟大家一起玩好了，好不好？以上就是李中迪南衝共讓改波透，拜拜，小朋友拜拜，揮手。
技术振动2018台北移民嘉年华嘅全部現場係喺呢啲。係喺呢面。一刻時間呢，佢來到主機台電嘅部分呢，尤其家下呢係要靠鼓，係要靠鑼嘅聲音。要來看一下現場嘅畫面，然後來看一下發生乜情形。因為主機台一開始嘅時間呢，要靠36下嘅鐘，係要72下嘅鼓。所以睇下講嘅暮鼓晨鐘。沒有錯。一種有意思意涵啲地方嘅。做乜去彈點啊？因為一行太激烈嘅時間，也係一種儀式。同講，我開始咧，按個神明章躺喺度。冇唔錯，因為主機台電開始嘅時間，我老神明講，你兩邊呢準備好嘅，我開始咧，係有爐嘅部分哦。阿里面頂來嘅時間有看到嘛？鴉片就有準備嘅兩個爐哦，而咧就係主神爐，另外一個係塗鴉片嘅天公爐。一係乜嘅意思？就係講，拿啲香啊啲拜嘅時間，係講煙衝降上嘅時間，按個神明就啲哦，準備好勢就會下來嘅，又會來到一個天公爐嘅部分。哇！所以移民人馬上就要來到現場了。應該差唔多來嚇，家下要靠鼓靠鐘都已經完成嘅。代表講主機台電停電就會開始嘅，大家出來看到台燈一下啲進行嘅儀式。今天趕秋味，有請世界台灣客家聯合總會會長莊允熙先生秋味。有請1988年萬藝模擬運動發起人林光華先生秋味。有請新竹縣新埔播種移民廟董事長齊德勳先生秋味。有請世界客手總會榮譽總會長吳伯雄先生秋味。有請總統府資政葉菊蘭女士秋味。有請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李允德先生秋味。有請台北市市長柯文哲先生秋味。有請台北市市長柯文哲先生就位。全體肅立，請現場所有貴賓、鄉親、市民朋友原地起立，脫帽，面向主祭台義民爺及鍾永公神位，唐宋向禮。本鄉松樹合適，楚松鄉拜
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松乡拜，祈求市政从容，市民安康。三松民乡拜，祈求太妃圆满，文化绵长。信仰。
共同作文，有请客家后生子弟林真群共同。中华民国107年10月21日，求让50年9月13至2日，经由台北市长柯文哲、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元德、世界客属总会荣誉总会长吴伯雄、总统夫人叶玉兰。新作业新埔保总庭移民分票董事长齐德兴，1988年湾岸母语运动发起人林光华，世界台湾客家联合总会会长钟允熙等，张建官率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级首长、各级民意代表、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各委员、客家文化基金会各董干事、各客家社团理事长、干部、教育中心负责人、各局长、各里长、老在场乡亲、市民信众人等，为台北市年出移民及嘉年华发动时，用枪。查封并了保总庭移民爷爷，去各分庙移民爷爷，略对中义祠中央宫，莅临台北首都，千古奇案抒发之求，均以高路清香，攻略幽默，5山9里，在书高品，乡村玉佩，强作之意，至今矣。查封并了保障移民爷爷，各分庙移民爷爷，略对中义祠中央宫等烈烈准神前，昨年夜，用为移民合作之功，为求生机土台理想，开山大拿振兴农松。庙的安生飞涛作乱，人民欢喜血战沙场，保乡为土杀命声音，公益山高疾病海洋，壮烈健身身板保障，定州日夜为真人爽，对外列节重建庙堂。人人从事日夜同工，神神山有义气名扬。金凤佳节让人北上，竹头陈铺扬气甘南。恕我先生并其必有，护我国泰直其民安。难得佛家家真相。由我市民百姓等讲，生生在天山高水长，延续不清来格来上，福为双向。一下台东当地嘅进行2018台北移民嘉年华嘅主持睇点，向小朋友稍下來先聊一下廣告過後，技術轉到天從轉播。
总数1600师。欢迎世界客小总会荣誉总会长500强先生。欢迎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运德。欢迎台北市市长柯文哲。欢迎台北市议会议员齐思群。欢迎吴志公。欢迎台北市议会议员郭兆炎。欢迎台北市议会议员李耿桂芳。接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向下小姐各界贵宾，请小姐多的贵宾提起来，让大家比数之一。欢迎台北市政府各局。歡迎大家轉到2018台北客家1年嘉年華嘅現場。喺呢啲一下呢台當當啲嘅進行自治體嘅部分，尤其等家下呢整天幹，一個主持官呢就會開始來參加共同中文嘅部分咯。佢講講呢，一個擔任整天幹嘅人，差唔多係7到93年，家下12年嘅嘅來弄通嘅，主要有1988年萬我模擬院通嘅發起人林公華等當到嘅嗰人，佢哋都來現場來談佢哋支持嘅現場方面。有請市長致辭，請市長致辭。各位貴賓、各位市民朋友、各位客家鄉親，大家好！祈福感恩歡慶，托台北客家人民嘉年華係台北市最有客家特色嘅活動。去年係人民起點，佇台北辦嘅30周年。今年係慶祝1988還我母語運動30周年。我留大家強合誠心，祈福感恩歡慶。我係新竹人，新埔嘅移民節，有10運台中設計輪車。台北市嘅人民嘉年華也係由客家社團強合辦，有宗教、文化，還有社會互動。最重要嘅是，按呢愛兩班呈現台北文化嘅特別了強。我相信嘅是鐵國。人民嘉年華愛漸漸的滿分民間適合辦，也3年來看到客家社團每度辦人民嘅來3萬。人民嘉年華唔但係信仰，更加係客家文化展現嘅大平台。對迎神繞境起點開單採價做發車，做地看到客家鄉親千里區重新了團結嘅用心，因而也配合中央客委會強化推動台北市客家話整體發展計劃，係由我主持。為嘅就是鼓勵大家學客家話，滿客家話做地啲
台北市持续宣传今年移民嘉年华，为鼓励大家讲客家话。台北创下一个客家大火红，大家伫也为强客打拼，创出台北的新客家文化。动车请赴你所有客家乡亲、老市民朋友，市民大家关心客家，支持客家，祝福客家快乐客家，老年同传添福寿，后生添传太传千，希望你按时说，大家有限，张来了。希望司众支持。感谢市长致辞，请市长回座。向总统府子珍叶曲兰师支持。柯市长，下位利用地理注意，客家嘅泰鲁500乡，总会长，我嘅客家方国母语林讲法，那个林泰鲁，还有世界客学张永琪，张会长，新竹移民嘅启董事长，在场各位贵宾，各位最亲爱的客家乡亲兄弟姊妹。大家按做起，大家好。一年一度，俺的客家移民嘉年华，固定的也为了举办，俺来缅怀移民呀，保家卫土，保护俺的家乡，俺那个精神，大家来啲传承，来怀念。来学习，来祭拜，所以啊，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今日我正代表总统蔡英文蔡总统，向俺所有的客家乡亲来请我问候，马了解，一定会保护俺的家乡，俺捍卫俺台湾的主权。所以为了也在土地上，大家人都可以平安喜乐，所以政府非常认真做各方面的改革工程，佢非常感谢大家对佢的支持。求咱哋也为迈向所有的乡亲来讲，作为客家的子弟，我们要学习客家移民业的精神。我们要捍卫我们的乡土，我们要保护我们台湾的主权，我们要各种力量，我们来抗拒中国对我们的霸凌。在这个地方，我要这里跟我们所有的乡亲呼吁，我们共同来努力，学习我们客家移民业的精神。客家，我们有一乡的传承。我去年同客委会的主委。到日本去行销客家，行销我们客家浪漫台山县，希望客家庄做得复兴，希望大家记得，那个台山县也好，那个客家庄也好，大家所在有历史、有文化、有产业，作为客家子弟，那的善良大兵，在我们自己的家乡。我们努力来传承我们的子弟，让他们学会讲客家话；传承我们的子弟，让我们的子弟下一代了解客家的文化的内涵。客家是一个台湾多元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作为客家人，以客家为荣，以台湾人为荣。按这些什么大家，祝福大家。感谢叶子珍支持，向子珍会错。有请世界学术总会永义总会长500乡先生支持。
郑县官、柯市长、叶志正以及各位贵宾、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因为你们记都到暗后的天时，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我参加移民季快40年，确实有很大的进步。移民季变成台北市一个具有非常观光潜力的嘉年华。在这个嘉年华里面，我们当然要体会客家精神是什么，刻苦勤俭、爱乡爱国，对祖先不忘祖先留下来的语言，不忘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刚才听到柯市长全程用客家话来讲，虽然有些不是很流利，但是诚意十足，非常感谢。所以他也希望大家学客家话。所以今天在座的客家子弟，假如你的客家话还不是讲得很好，大家这个会真是首副卡可以是讲好哦。所以今天我们面对我们国家中华民国的情势，我们最需要的是团结。我们是生命的共同体。民主政治一定会有竞争，但是竞争不一定要斗争。我们大家都是生命的共同体，互相合作，互相体会。客家人讲，莫牛乱度上斗，大家每啥认同那国家的人，互相关心，用善意、团结、合作，使得台湾越来越强，使得台湾越来越平安，那是我们共同的希望。我希望今天市政府的很多主管来，市长都开始用客家话，希望你们也会学一点啊，在很多重要的场所，起带头的作用。最后，来恭祝各位乡亲、各位市民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感谢总会长支持，向总会长会错。加谈到的是世界学术总会荣誉会长呢，白杨国嘅公益参加嘅，为40年呢，40年咧嗬，其實對客家有同層嘅感情。另外呢，台北市長柯文哲佢咪講，上任過後，佢千希望同亞嘅移民字典原本民間來判，一下呢係客委會、立院的立主委愛開始支持。台北市政府市長柯市長客家委員會嘅曾主委各位在場嘅貴賓包括我哋嘅總統府執政葉秋蘭葉執政世界學術總會榮譽會長也係我哋客家嘅態度吳伯雄。另外一位我哋客家嘅態度講話先生也係海外母語運動當然嘅發言人各位移民總委會祁董事長市台客聯嘅總會長總會長。以及各社團嘅理事長最重要嘅今日參加今日我哋嘅嘉年華嘅所有嘅客家嘅鄉親、客家嘅朋友，大家安，大家好。看到今日大家按熱烈參與今日嘅移民文化那個嘉年華嘅遊行大家參與非常熱烈，有感覺講一年比一年辦得更加好所以呢，首先我代表中央來感謝台北市政府嘅努力，也對我哋客家嘅支持跟關心簡單呢有2點呢，我跟大家報告。
俺哋呀今日移民嘉年華呢，俺大家要記得移民的精神呢就係一個很多保衛鄉土嘅保衛家園的精神一個精神呢一定要傳下去，因為一個俺哋客家嘅根本，也係俺哋台灣人重要嘅非常重要嘅精神文化資產第二點呢，今年一月呢總統蔡英文也有公布嘅客家基本法嘅修正條文明白規定俺哋客家話呢也係國家語言之一所以從這個時節開始呢，客家話嘛係台灣話啦一個行政院長賴清德呢上禮拜圖俺哋立法院呢答詢嘅呢也明白講出客家話也係俺哋台灣話啦也係呢客家話也係俺哋客家人認為嘅世界嘅客家話一點呢俺哋面臨一個困境呢大家來充下推動俺哋嘅客家語言，客家人那麼繼續永久傳承下去，因為大家也記得冇客家話就冇客家人啦所以客家話呢現時間呢也係遇到千度嘅挑戰，大家充下努力來推動最後呢求俺哋嘅移民爺爺呢來保護今日發動也蠻成功，各位鄉親呢合家平安身體健康，俺哋嘅國家呢國泰民安風調雨順最後呢感謝大家，什麼大家安之些努力。感謝駐英委員支持，強力駐英委員劉下邊非駐委員帶來支持而家就講到移民精神，無論係白移民，也係南中庸，按你嘅移民精神，永久就唔好貼標題，因為呢保衛鄉土、保衛家園，也就係移民精神當重要嘅一部分。你希望講也做一個老嘅傳承下來。就係客家語言嘅重要性咯，因為按你哋你唔買注重點，唔買唔望注重言冇客家語言呢就冇客家言，所以整個客家話嘅傳承呢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大家呢啲學校一定會盡量講客話，唔管呢啲私期待，也係啲呢客家莊全部會向下來講客話。尤其家下作為就提到嘅講客基法呢，客家基本法今年嘅沿途都會一個修正條文，呢度就同客話。前明天呢天出咗係國家語言，嗰種呢就係公共場合係要當到素材，大家曉講客話，佢鼓勵大家愛留講出來，讓我哋會增加公司語言嘅部分。係應該防梅做個搶梅來，單幹做個論順來，係要前邊按3萬嘅達標嘛，係要上年咩加油站做的。係，尤其係30強一線往來變成劍，一個東西雖然講一下客話傳承呢，遇到嘅困境係要當到嘅挑戰，客話可能呢一下遇到嘅當到後生人拍唔曉講客話嘅，故所家下呢做為咩鼓勵大家愛假講客，攞佢傳承下去，唔好貼標題，移民精神客家文化嘅。好，一下呢台檔愛開始衝稿嘅，帶大家跳下嚟感受一下。
Bring the beat back.好三年嘅跳舞哦，你有想我嚟聽同一下咧？哎呀！你看到啊，一下當呢個跳舞嘅係來自誒北北基桃、台北、新北市、台北市，還有桃園基隆鴉片嘅後生朋友啊，大家嚟表現法啲，家下嚟跳舞嘅哦，就有200人上人哦。多年哦，你記得跳歌曲彈起來咩？搖彈歌用啊？搖彈歌啊，比如講也係也擺嚟擔任音樂總監嘅劉少熙阿姨個經典嘅作品，有男姊妹，還有家下呢，還有山歌 party， 就係動搖法呢個一部分，然後佢整造一條千完整嘅主曲啦。看大家跳都懂傻皮啊，用懂翻譯又按聽筒。係啊，因為親密啊，大家也好嚟表現其他才藝，還有定好嚟創歌誒，因為嚟創一條大家都當好聽嘅客家世界啊。誒，就講到喎，今本夜嚟參加一個台北2年嘉年華，除咗講有楊杰，還有嚟家下千主要嘅主持睇電影會，其實下晝還有精彩嘅表演，有啲朋友想嚟參加哦，係去組織咯。係啊，今年這幾天都有6隻閃身哦，第一隻閃身呢就會讓客家1年新用嘅閃身，明年拍嘅30周年呢，還有就會幫我們運動嘅閃身演咯，記得俺嘅客家人用3芒大兵保存俺嘅客家文化嘅大兵精神。閃身演過去嘅雖然講哦，有動盪嘅變化，不過閃身演行過來冇按簡單，嗰種咧家下按到嘅真顯感，總講係咩講到嘅，大家愛3芒同客家文化傳承下去，尤其一下客家獨到嘅傳承，動到嘅挑戰，動到嘅困難，不過大家愛審查向熱心，無奈變成癮，而希望大家愛加講客家。我就唱哦，阿明哥，咱朋友就做唔嚟1年，但唱講100天天。比如講啊，下晝又會有唱山歌比賽，大家就做得對學唱歌嘅開始嚟學客家文化。2下做得報名冇？係，如果要報名咧，係。馬上就要來報名。第二啊，一個阿明哥啊，先前就係即係講唱跳
跳高速，无论是冲也是跳，我第一年都表现到东大眼。其实青中幼就会学习客家话还有客家歌曲哦，因为安尼讲客家语言硬精神，就会展现你安尼学习语言还有自家嘅文化当中哦。唔係講佢動硬精唔通，還有老人家嘅話，係講佢動硬精嘅保存自家嘅文化還有講嘅語言也當重要。下晝有一個精彩嘅山歌擂台比賽啊！講到山歌啊，阿明講我哋應該會唱幾條啦嗬。扎扎愛扎，兩山調。講到一個山歌呢，傳統嘅山歌啊，就有老山歌、山歌子、樣板，按多種，鄉親朋友咧就做嚟拓寬啊，你當好哪一種嚟學衝山歌參加比賽，嚟增加經驗。係啊，2028年嘅客家語民間研發正經動作車，由大家鄉下嚟來視看，鄉下來到現場參加咩戲哦。參加比賽應該係做嚟黃絲線，一片由水舞塔，歡迎大家鄉下來黃絲線朋友咧，鄉下來打吊絲。係啊，係會帶下睇卡棒，當做嚟做動作東西，明顯做做嚟動作東西，做嚟寫，做嚟賣，做嚟來搞。今年呢，是種非常嘅歡喜，天時真係好，故所呢，一個台北語民間研發出到一片艱難嘅結束嘅一個進步，未到千年嘅結團，非常感謝鄉親朋友共下來收看，祝大家身體康健、平安順遂，再會。